依然之声，少年人的现义广播电台。南投日月潭是台湾上大的天然湖。日本时代呢，就开始建造这个发电所甲水库。即马是一区半人工的大湖，因为风景真好，一直拢是外国观光客上爱来佚佗的所在。这个日月潭嘛是萧族原住民生活的地界，本地就有足侪传说甲故事。今仔日要讲的是现代的故事。伫1990年8月25号，一只超载游艇“兴业号”起来并船啊，共57名游客葬身湖底，造成咱台湾有史以来上界严重的并船事件。继续呢，佫伫当地留下一寡悬疑怪奇的神秘传说。这个案件爱对外商壳牌公司 Shell 因一届这个日月潭员工旅行开始讲起。这间荷兰公司呢，其实伫清朝时代就捌伫淡水买土地起仓库，甲台湾的关系算是真久啊。出代志迄天8月25号暗时8点。这个李世珍甲吴瑞珍两名导游呢，伊就带这个壳牌公司的人坐游览车来到日月潭的这个湖边，讲要游湖就对。迄当阵日月潭风景区的规定是讲暗时是袂使驶船的。不过参像壳牌这款大间的公司伫迄个较无注重法规啦、无注重安全的年代。当然嘛是有钱就有法度找到爱钱无爱性命的人来驶船。这个人呢，就是兴业号的船长施正兴。伊看到这个钱的面子上唔惊咧犯法，亲身驶到这只根本就无经过主管机关检验、无合格的无牌的游艇兴业号，来按捺这阵总共92人的大团就对。这暗拄好是七娘妈生的前一天，船长呢，甲这个游艇驶到这个光华岛，也就是即马已经证明叫做拉鲁岛的所在。这座湖中岛呢，较往日月潭的西边，是萧族的圣地。伫这个战后岛顶起了台湾头一间专门咧奉祀这个元老的庙祠，就对。元老庙甲拆落到地就开始流行，有足侪人会来遮办这个水上婚礼啦，足侪人嘛会来岛上来拜元老求姻缘，尾也成为9日一大地动，甲这个元老庙震撼去。萧族的原住民就赶紧来争取，要恢复祖灵的圣地。即马元老刷来到湖边的龙凤宫，拉鲁岛呢，即马是禁止外地游客湖北来订岛。迄暗元老拜煞，因大家随个上船，拢咧讨论沿途的这个风景，佮有明仔行程。无人去觉察到讲船顶的救生衣无够，嘛无人烦恼讲这个超载是真危险的代志。船长呢，就甲这个船向东甲驶过，要驶倒转来码头的时阵差不多到伫咧双碧轮迄边，毋知是啥物缘故，日月潭的湖面呢，熊熊就开始扇北风。因为即天天气算讲是袂歹，大家拢徛咧甲浜迄边咧看风景啦，也是坐伫较顶站的所在。游艇就已经超载结果船底重心无够，北风一扇落，船长阁无注意，继续驶倒弯，规只船就安尼来并船。会晓收水的人赶紧收到要差不多500公尺以外这个岸边。袂晓收水的人呢，就安尼伫湖面浮浮沉沉。因为救生衣根本就无够，而且船长嘛无要求讲所有人上船的时阵都爱穿救生衣。足侪跳船的人，因拢是安尼揽甲暗。暗时光线阁无够。并船的时阵呢，有足侪人其实袂赴跳船，
就安尼去互迄个船拖咧个湖底。消防队啦、救难队啦，甚至附近的即个居民，拢赶紧来即个冰船的所在要甲救。结果大家讲是赶袂赴。尾经过几日天的搜查，总共呢来找这57具的即个遗体。其中呢有一名是11岁的即个查某囡仔，迄应该是上细汉的，嘛是上尾一个找到。听讲找到伊迄天拄好是伊的生日。兴业号呢嘛对湖底甲浮起来，就放伫这个码头边钓鱼码头这个所在。因为罹难者的家属向法院呢来提出这个国赔的申请，法院的判决呢还未裁定正前这只船呢就袂使甲湖白拆掉，所以兴业号就直直放伫码头边。结果开始有一寡毋知是刁故意要来试胆，还是讲无了解冰船事件的游客。无细腻去来上船，结果无偌久，竟然开始就有人讲破病啦、高面盲啦，甚至是钓高掠光的。兴业号是休灵船的传说，就安尼开始流传。有人阁专工倒转来烧金拜拜，向船顶的冤魂来回失礼。无拜无担金，拜到到底，真正就有足侪毋惊死的人，继续来这要试胆。休灵船的鬼仔讲安尼判甲规世界，当地居民拢感觉真困扰。风景管理处的人才甲这只船呢刷来个第21线省道的一条旧的马路边。结果无偌久，听讲附近庄仔头的迄个时代随啊破病来死，阁有少年人伫遮出车祸，讲是有人伫遮伫咧掠交替。阁有人看到这个船顶敢若有鬼还是啥有诶无诶鬼影着对。管理处诶人就甲这个船刷来甲向山崩空。管理处是想讲遮较无人结果船刷来甲遮无偌久，竟然伫这个崩空嘛来发生死亡车祸。阁有人专工驶车来遮要自杀。参附近诶水险跋落水的案件嘛愈来愈侪。这个兴业号则刷来到水下水坝边毋过呢，阁是有人经过时阵，就听到有怪声啦、哭声，看到怪影、鬼影呢。这个兴业号是休灵船的这个名声就愈传愈开。伫2007年3月25号的时阵，半暝4点，有民众报案讲兴业号导火烧。消防队呢，就赶紧来拍火。这火差不多烧到半点钟久，就已经去控制。不过呢，船体就安尼直直烧了半工久，火才真正去拍花去。原来是有15个为台中来的少年人，因为听讲兴业号是休灵船，因就烧招骑奥多摆来试胆。因讲因真正拢有走到兴业号内底，不过因为感觉讲无够恐怖，因就决定讲要来放火烧船。兴业号去烧了了，船长徐振兴伊就讲烧就烧迄只船已经无要紧啦。在地居民是感觉真欢喜，因为安尼就免阁继续去互这个休灵船吓惊着。因为兴业号的事件，日月潭风景管理处呢，刷来就开始严格执行这个游湖的规定。即摆日月潭呢是已经开放讲暗时是会使游湖，不过呢人数是限定逐只船敢若会使载30个人尔，而且还阁有灯火，还有固定的航线限制。上船大家拢爱穿救生衣，而且呢，这个日月潭风景管理处的人呢，拢爱伫现场来监督，安尼才会使保全咱游湖的安全。欢迎听众朋友回来甲疑言之声少年人的嫌疑广告电台。这个节目呢是受到咱文化部一个补助，或者国家语言整体发展方案。
这个计划呢是咱这个议案办咧主持的，因为咱的网站顶头呢有足侪这种台湾奇奇怪怪，佮有世界一寡还未解决的事件佮案件。今日即集呢要讲一件，就是咧日月潭讲迄个顶头竟然有幽灵船呢。这个幽灵船到底是安怎呢？阮就请到咱这个。专家毋是伊毋是幽灵船的专家，伊是台语翻译的专家阿成老师刘英成来甲大家说一个 hello say hi。线顶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有看迄个阮的迄案件？有看了。看了你想法是安怎？我感觉即个伊本身是一个事故嘛，事故本身毋是啥物议案，因为事故的即个原因就是迄个船头家伊的船无合格，佮即个旅行社嘛，明明知影即船无合格，佮捡遮侪人客，做一群钱遮侪人去船顶，才发生事故，即本身已经知影讲安怎造成啊嘛。对。较趣味的其实是尾啊，讲即只船即个发生事故了后，即个船拖起来到即个陆地，一寡人去遐佚佗，啥物货怎撞着鬼啊？佮钓狗啥有诶。这就是安怎讲？这着敢若人咧讲，是毋是有鬼啊咧掠狗体安尼啦？是毋是？你敢相信讲水鬼会掠狗体？这就是我一直有疑问诶所在啦，想要请教你就是讲。这拄着事故失去性命遮侪人逐个拢传说讲因是要来掠狗体，但是我疑问就是讲，因往生若要去投胎转世是安怎？是安怎无知着讲家己去投胎转世，着该掠一个人来烧体，才有知着去即个投胎。有即种讲法是讲，因为伊是意外嘛，就是迄代志拢雄雄的时阵，就突然伊根本都毋知家己死伊就会直咧船顶安尼，安尼，伊叫是讲伊搁咧坐迄个船，船搁沉落搁起来，伊就会敢若讲人自杀的时阵会直跳，若是掉岛诶，若是跳楼诶，伊就继续跳，继续跳安尼。有即种讲法，就是讲迄个亡魂伊就毋知影，伊就袂走，袂走伊就掉咧遐，尾来就看讲即个人嘛甲我共款，伊可能是我是咧想啦，伊可能无一定是讲爱掠狗体，像讲可能趣味甲你算一下无说你甲你算死呢。对，我感觉是安尼啦。其实你讲伊甲人掠去了，伊敢会投胎？其实我是我是感觉应该是袂，因为你若甲人害，其实你着你免若对你应该是所以我嘛是无相信讲掠狗体，我较相信讲因就是咧佚佗，无说你家己走袂开，着佚佗，对无说你过世去害着人。佫有一种就是讲咱心理上啦，其实讲你若是讲知影即个所在有捌发生过即款代志的时阵，你不管是咧塞车也好，咧受水也好，你就会惊，着无说你就会啥物骹丢棍还是啥有诶无诶，你就出代志，这嘛有可能。出代志，家己出代志，牵拖讲才有事件发生。对啦，你感觉？我感觉是安尼咧。若毋知影才有出代志诶人，就无才调牵拖咯。就是讲，即个案件就是讲，敢若是有一寡是伊根本毋知影才有发生过即个事件，有变船，结果伊无说你去船顶翕相还是佚佗，转厝了后就开始搞面网啦，佫有诶无诶，人甲讲，迄船着死过人，你佫去哩，伊只惊一条，讲哎哟，那就伊就佫转去烧金纸，啥这界啥有诶无诶，这着较歹解说。是啊，因为拢毋知影，结果伊嘛是，而且即个事故发生诶所在我相信即个一定有请一寡啥物师公还是啥物货来验诶，对无？既然都验过佫会出代志，师公就无够力。有
讲过呢。讲到这，你捌有去过迄日月潭遐坐船无？我是毋捌坐船啦，阮是有赛车去遐佚佗啦，食一寡啥物好料安尼。是最近啊，是讲这足细汉的代志啊。是哦，搞共款的。我嘛是细汉时阵，迄时阵阮是有去坐船啦，坐船迄是细只船，伊就是靠一人安尼。靠一人的时阵吼，迄船顶就有迄个头家吼，头家就开始摕迄个什物补药啦、补药酒啦，你若毋甲买吼，船无要互你登。嘿，真正诶呢，够恐怖诶，迄差不多19几年，2000年进前诶代志。讲着贵啊，2000年进前咧。2000年啊，还佫有即落代志啊？对啊，我细汉时阵啊，就坐船，尾仔就是敢若阮爸爸甲买一挂，其他诶游客甲买一挂，伊才放阮落来呢。哦，对啊，你捌进前拢毋捌听人讲有即个行为。无？你捌登过无？我是毋捌啦。若咧国外咧，国外敢有？无，因为我去国外是去留学，所以就较无。留学嘛袂拄着嘛，留学应该嘛会拄着讲外国人看到这种。是啦，就看咱戆戆。对啊，甲你骗安尼，敢袂？我较好运啦，是较无啦，我无拄着。有保庇得着。嘿啊，因为我即摆对日月潭的即个印象就是迄件代志。咧湖顶无要放阮落来。嘿啊，尾仔就对印象就即歹，所以讲尾仔大汉嘛无去遐佚佗过。我就定下看讲外国人哪会拢爱去遐佚佗，我是想无。因敢会甲外国人推销？会哦，嘛会哦。外国人就当做听无就好啊。因即摆推销应该是袂用即款方法啦，因为即款方法其实用久吼，其实大家拢也神啊，对啊，什么时代个安尼？参像树林迄卖水果迄嘛是啊，你看起来水果水水啊，切切500箍安尼，是，对啊。讲到即个休灵船吼，毋知你捌有听过讲台中较早迄落威尔康大火有无？迄歌厅嘛有讲着讲迄有嘛是有一个休灵船。捌听过对。就是讲有人看到迄个船的影，伫空中咧浮，安尼个掠人，啥物有诶无？其实我感觉讲，咱即个毋知是咱即个民众吼，较迷信还是安怎？咱会讲有一寡较重要诶事件啦，较重要诶灾难意外，逐个拢会去为遐想，就看一个影就生一个囝，为遐看。这威尔康迄个火灾是安怎？迄阵是船经过。就毋知啊，就毋知讲，咱会讲是用是船咧。无要坐一台做气球啥物？嘿啊，就是真正是，所以讲吼，咱咧看即个日月潭即个休灵船即个案件，其实但参就老师拄则讲诶，头前其实迄无啥物奇怪诶所在，迄就是一个。一个船头家，对，一个普通的事故。是尾啊后壁才个故事，愈来愈怪奇。但是拄则讲即个威尔康大火嘛是共款，头前就是一个伊嘛是，伊迄嘛是消防安全无通过咧硬开嘛，对无？就熄火了，就火烧厝安尼。尾啊，大家开始编一寡即个奇奇怪怪的故事。其实我感觉讲。有可能啦，有一个可能是，迄个年代电视嘛，定定咧报即款几啊个的广告词，大家爱听啦。对，就变个安尼，即摆就较无咧听着这啊。我较早伫咧读大学的时阵嘛，拄过即个仪式，有即个几啊，但是恁毋知时间有够无？我后一集搁请你来继续讲。继续来刷咧，系啊，好无？咱后一集继续甲这个几个来刷咧，好无？好，感谢听众朋友，感谢老师，咱这个语言之声少年人的语言广告电台，咱后届空中再会。这是重大历史嫌疑案件调查办公室，简称疑案办，咱用各种嫌疑案件记录世界历史。记录台湾大大小小案件，后届咱继续空中相会。